弟兄姊妹早晨。我唔知咧，大家對神嘅恩賜同埋憐憫咧認識有幾多，定係體會有幾多咧？會唔會咧喺我哋嘅信仰唔同嘅階段咧，對神嘅認識咧都有唔同？我意思係講緊神嘅恩賜同埋憐憫，或者當我哋遇到人生一啲嘅困難啦，或者逆境嘅時候，我哋對神嘅恩慈憐憫又有啲唔同呢。曾經聽有人咁樣講，佢話邊個壞成咁樣，佢哋信咗耶穌就可以上天堂？神點解要拯救呢啲咁壞嘅人呢？佢哋應該落地獄㗎嘛？我唔知大家有冇聽聞啊？有人咁樣講，或者當我哋見到世間上發生好多嘅罪，好多嘅罪行，或者一啲所謂令人發指嘅一啲嘅罪惡嘅時候，有時真係好想主耶穌咧，快啲咧彰顯佢嗰個嘅懲罰喺呢啲人嘅身上。嗱，我哋今日咧會繼續思想咧有關猶太人呢個群族呢個群體，因為喺歷史裏邊咧，佢哋一直都係具有爭議性嘅群體嚟。喺二戰期間咧，德國納粹黨啦個領袖希特拉，因為佢嘅反猶太主義啦，最終令到有600幾萬嘅猶太人咧係慘遭納粹黨嘅屠殺。嗱，猶太人咧曾經係神嘅選民，大家都記得啦。咁究竟神點樣去保守、去紀念呢個咁多災多難嘅一個嘅民族呢？或者咧，我喺呢度咧先分享一啲有關佢哋喺今日一啲有關猶太群體嘅資訊。知唔知今日全球有幾多猶太人啊？人口知唔知啊？大約1650萬。咁大約有45%，即係差唔多一半咧，佢哋住喺以色列國裏邊嘅。咁即係話有一半咧，就係分佈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啦。知唔知英國有幾多猶太人啊？大約有30萬喺英國居住。咁喺美國好犀利嘅喎，有600幾萬人咧嘅猶太人喺美國喎。當然啦，呢個數字都係一個好敏感嘅數字啦。咁究竟喺猶太嘅群體裏邊，即係嗰1000幾萬咧，有幾多人係信咗主嘅咧？咁資料咧顯示佢話具體數字係難以去統計嘅，估計嘅啫。估計有35萬到150萬人之間係信耶穌嘅。咁即係佔人口比例幾多啊？大約係2%去到9%，即係佔少數嘅啫喎。佢哋信主嘅人。咁我喺上次講道嘅時候都有分享到，因為先知咧曾經講過呢班人咧係有一班其中有一班忠信嘅猶太人嘅。咁佢哋係被稱為咧係餘數或者餘民嘅，大家記唔記得？記唔記得？我諗你哋中間有餘數嘅人會記得咯。嗱，從歷史或者係信仰嘅角度去睇咧，嗱，猶太人咧其實一直係對神咧係少信嘅，或者心裏邊係還緊啦，係唔信服神嘅大多數。到今日，大部分嘅猶太人咧都唔肯接受耶穌為基督救世主。只有一批所謂嘅餘民或者餘數咧，佢哋係信靠耶穌。嗱，我哋諗翻喺福音由邊個群體開始㗎？初早期就係猶太群體啊嘛，然後一個傳播路線㗎嘛福音，譬如由耶路撒冷先啦，猶太傳地啦，跟住到邊度啊？撒瑪利亞啦，直到地極啦，包括我哋今日我哋有呢個福氣啦，聽聞福音。即係話，如果睇翻個路線咧，福音淨係沿住呢個方向路線係傳播緊嘅。咁最終大部分嘅猶太人又唔信主初期啊，咁佢哋嘅結局係點嘅咧？今日嘅經文咧
就去講到咧，保羅講到咧猶太人嘅信仰一個最終嘅結局係點嘅。或者我哋先一同有個禱告開始，求主開我哋嘅眼，我哋身邊或者喺英國都有唔同種族人士，包括猶太嘅群體。究竟我哋同呢啲群體唔同種族人士有咩關係？或者佢哋猶太人今日信仰上嘅終局，佢哋係咪信主？與我哋有何干呢？點解保羅要咁緊張，用3章嘅篇幅去描述呢個群體，並且去宣告將來有一日佢哋嗰個嘅信仰嘅終局係如何？希望神你透過今日嘅經文，透過保羅嘅話語，你話俾我哋聽，你俾我哋有亮光啦，我哋明白呢個群體嘅需要，亦都咧知道點樣去守望紀念呢個群體。求主帶領我哋以下係專心聆聽你嘅話，祈禱係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第一段經文咧係11章25到32節嘅，咁比較長啦呢一段，我想大家輪流讀。譬如25節咧，先請弟兄讀，然後到姊妹輪流讀，好嘛？請弟兄準備。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，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。這奧秘就是有一部分以色列人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。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，那時我要除去他們的罪。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不會撤回的。同樣，他們現在也是不順服神，叫他們因着施給你們的憐憫，現在也蒙憐憫。好啦，我哋睇翻25節啦，有一句，保羅話：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。咁係佢嘅慣用語嚟㗎。咁其實係好想表達一個好重要嘅教導，就向收信人啦。因為當中有一班其實大部分咧都係信咗主嘅外邦信徒。咁佢哋有啲所謂嘅自以為聰明啊，呢啲外邦信徒，因為佢哋一直以為咧，只有少數嘅猶太人咧會信主嘅啫。咁其實頭先我提過啦，背後反映佢哋咧心裏邊有一種嘅驕傲啦，以為自己呢個群體先係教會佔教會嘅大多數啦。但係佢哋好快咧會聽到個消息咧，可能會令到佢哋覺得非常嘅意外嘅，就係保羅話俾佢聽有關25節咧提到一個奧秘。嗱，如果講奧秘咧，係講緊一啲從前不為人知道嘅嘢。不過咧，神咧透過咧，譬如今日嘅保羅啦，要去將呢個奧秘咧係揭示出嚟嘅。咁其實保羅喺其他嘅書信裏邊咧，保羅書信咧都有講過唔同嘅奧秘嘅，大家有冇印象啊？譬如喺以弗所書啦，佢有講過有關福音嘅奧秘啦，或者教會合二為一嘅奧秘啦。咁佢喺呢度想講咩奧秘咧？揭示咩奧秘咧？咁就睇25、26節啦。咁佢話呢個奧秘咧就係有一部分以色列人係硬心嘅，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即係話咧喺神嘅救贖計劃裏邊咧，有一項咧，其中一項咧係神對猶太人未來嘅應許啊。因為當時外邦信徒一直以為呢班猶太人咧都係頑固啦、不變噶啦，佢哋已成定局噶啦，佢哋一路都係一小部分信耶穌嘅啫。咁而佢哋自己呢個群體咧，即係外邦信徒咧，
一路都係佔大多數噶嘛，喺教會裏邊，所謂唯我獨尊咯。佢哋咧預計咧將來日子咧都係一樣噶啦。但係保羅喺度咁樣講喎。保羅提到咧猶太人對神嗰個硬心咧，無論喺人數上或者喺時間上，原來都係暫時性。即係話呢個情況咧，呢個硬心情況咧，持續到將來有一刻，就係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嗰一刻。點樣啊？跟住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咁我哋留意下呢個字眼嚇，全家都得救咧，因為呢個字背後咧，裡面咧係有一個集體性嘅含義㗎。咁雖然係咁啦，但係都要按前文咧，保羅點樣去解釋因信稱義呢個道理㗎嘛？因為保羅講得好清楚㗎，喺羅馬書裏邊，就算猶太人信主都好啦，佢哋都要信靠基督呢條路啊嘛，都要經過呢條路咧先係得救噶嘛。即係話同外邦人信主嘅條件咧係一樣嘅啫，佢哋係冇特權噶嘛。只不過對比過去人數係咪？人數係微不足道啫嘛。嗰班猶太人信主，原來將來有好大比例嘅猶太人，佢哋將會唔再硬心，將會唔再頑梗，佢哋最終係會歸向神。係會翻轉頭，係會信耶穌㗎，得着救恩。咁所以咧，到時咧，猶太群體呢個群體嘅信仰，可以話咧係經歷一個屬靈嘅大復興嘅。唔知大家可唔可以想像得到？嗱，猶太人信仰復興又同我哋有咩關係咧？大家諗下。我唔知咧，即係大家過去有冇期望過或者夢想過咧？即係教會可以經歷一個屬靈嘅大復興嘅咧，有冇㗎？我都係講緊期望啫。有冇期望卡迪夫呢個地方可以有一個大復興嘅咧？有冇咁樣諗過㗎？大部分人都會信主喎，或者咧大家咧過去有冇參與過一啲教會啦？當中咧，譬如有少部分嘅信徒咧，同其他大部分嘅信徒咧，無論喺種族、言語、文化上咧，係有啲差別嘅。咁譬如啦，我喺早期啦，信主早期啦，返嗰間教會咧，咁其中咧有少部分嘅信徒咧係內地人嚟嘅。OK，咁佢哋講普通話嘅。咁當然啦，教會嘅崇拜講壇會有翻譯㗎啦。因為嗰陣時代咧，冇乜人識聽普通話嘅。咁我參加過呢間教會幾年啦。咁佢哋呢班信主嘅內地信徒啦，其實佔教會都係一小撮嘅啫，小部分嘅啫。咁過去有幾年我喺呢度聚會咧，都係保持呢個數字啦，都係呢個比例，都係小撮嘅啫。咁我後嚟咧又參加過一間較為中產嘅教會啦，我唔知大家有冇參加過啊？咁當中咧又有少部分人士咧，聚會人士咧係較為所謂嘅基層人士。咁所以佢哋如果加入小組咧，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咧，有查經、有團契、有分享噶嘛，佢哋可能會面對一啲困難嘅喎。可唔可以想像到啊？譬如喺生活上分享啲話題啦，咁較為中產嗰啲信徒咧，就會分享禮拜日放假去邊度食飯，邊度有好嘢食，邊度有自助餐，或者咧放假年假去邊度玩，邊度旅遊，參加乜嘢嘅郵輪嘅旅行。你估嗰班基層嘅弟兄姊妹聽到有咩反應咧？有咩感受咧？即係可能有啲尷尬，大家可以想像一下，或者格格不入。所以咧，我留意到咧，有部分嘅基層人士咧係流失咗嘅。咁當然佢哋有好多選擇啦，係咪？因為
香港好多教會噶嘛。咁而咁多年咧，中產嘅信徒啦，即係我咁樣講啦，一路仍然都係佔呢間教會嘅大多數咯。咁我自己有個奇想嘅就係，如果呢班基層嘅信徒堅持唔走唔離開，同埋努力向佢哋嘅群體傳福音，帶領呢班基層嘅朋友信主，加入教會，而呢班人士最終超越咗原先中產嘅呢班嘅弟兄姊妹，咁對中產人士又會有啲咩影響呢？嗱，如果根據保羅分享呢個奧秘呢，即係話末後日子呢，將來啦，係咪？猶太人嘅信主人數會大量增長，咁到時候佢哋對周圍教會有幾大影響呢？其實好難想像。或者今日嘅教會，即係唔單止我哋啦，今日教會或者周圍嘅教會，有冇預備好一種嘅心態，我哋可以去接納唔同嘅人士呢？咩背景都好，咩種族都好，咩語言都好，即係大家可以無分彼此一齊聚會，一齊相交，一齊敬拜，一齊分享嘅呢？如果係可以嘅話，呢幅咪一幅好靚嘅圖畫咯。嗱，保羅喺26、27節咧，佢開始引用咧好多經文。其實呢3章咧9到11章咧，保羅係一直引用舊約咧係好多經文。咁佢呢兩節係引用咧以賽亞書咧其中2節經文，去説明一樣嘢咧，就係外邦人全數歸主之後，全以色列都要得救。有提過嘅喎，原來舊約先知嗰陣時，基督係要從錫安出嚟啦。成就救贖啦，已經成就咗啦，除去百姓嘅罪啦。呢個就係神一早同佢百姓立咗個約噶嘛。我係講緊同猶太人呢個群體喎。而神最終嘅嗰個心意咧，就係要將呢個福音由猶太人開始傳及去到普世每一個人，係惠及萬國萬族噶嘛。咁所以27節強調啦，佢話呢個就係我同佢哋所立嘅約。即係最記得呢個約嘅係神，係嘛？可能神嘅子民都未必記得。神好認定呢個約，同佢嘅子民去立約。神即係其實表明緊咩咧？神咁記得，佢係紀念佢哋，因為神係信實，神係憐憫同埋恩慈嘅神啊嘛。所以就算係最終末後日子，佢仍然都要紀念呢班佢曾經揀選嘅群體，去祝福佢哋㗎。咁咧經文由28節開始咧，咁留意下保羅咧所描述嗰個信息啊，因為表面上咧有啲字眼咧係有啲表面嘅矛盾嘅字眼嘅，大家可以陣間留意下。譬如我哋先睇28節。佢話就福音來說，他們為你們的緣故是仇敵；就揀選來說，他們因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。揾到一啲矛盾嘅字眼啊！嗱，猶太人咧，佢是神嘅福音咧，即係而家都係啦，都係好似仇敵咁樣嘅，係好抗拒福音嘅，好抗拒耶穌。然而喺神嘅揀選角度咧，呢班人就係神所蒙愛嘅，係咪啊？係蒙愛嘅群體嚟嘅，有冇留意啊？因為佢揀選咗列祖，有一個立約嘅關係嘛。呢班嘅人始終係蒙愛嘅。譬如我哋睇29節都係嘅，佢話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，神嘅恩賜同埋選召係乜嘢？係不會撤回。知唔知呢幾個字點解啊？不會撤回。原來個意思係不改變，因為神係信實嘅。嗱，唔係我哋啊，人係唔係好信實嘅啫。神係唔改變，
佢對佢所施嘅恩慈同埋憐憫咧係唔改變嘅。佢係守約施慈愛嘅神。去到30節都係㗎。佢講到保羅講到外邦呢班群體當中都有矛盾嘅信息嘅喎。譬如你們從前不順服神啊嘛，如今因他們的不順服啊嘛，你們倒蒙了乜嘢啊？憐憫。即係有冇留意啊？無論係對猶太群體、對外邦嘅信主群體都有呢個問題，但係佢哋都係乜嘢啊？都係蒙神憐憫嘅群體，包括我哋，係嘛？外邦人曾幾何時都係一樣啫，都係唔順服神噶。我哋都係曾經，係嘛？我哋曾經都不信噶嘛。而家都係蒙神嘅憐憫恩慈裏邊咯。嗱，我哋再睇31節啦。32節都係嘅喎，大家留意下啲字眼啦，你都揾到嗰個矛盾個表面啊，係嘛？同樣，他們現在也是不順服，叫他們因着施給你們的乜嘢啊？憐憫，現在咧也蒙憐憫咯。30節都係一樣，因為神把眾人都圈在不順服中啊嘛，話要乜嘢啊？要憐憫咯，係咪不斷重複呢個信息啊？即係呢個信息咧，我覺得我哋唔係好明嘅，係嘛？又唔聽話，又曳係嘛？但係又憐憫，有時我哋唔係好明喎。咁32節咧，保羅講到咧，因為神把眾人都圈在不順服中。即係話，好似將呢個群體咧，即係關起來啊，囚禁起來，令到佢哋咧冇自由。但係最終又點咧？最終神又主動向佢哋施憐憫咯，都係呢個結局，讓所有人啊，咩群體都好啦，都係蒙恩得拯救。如果我哋信靠主，所以咧，如果講到憐憫咧呢個題目咧，知唔知咧同同理心或者係同情咧有啲咩唔同啊？呢個字眼憐憫啊，知唔知有咩唔同啊？嗱，憐憫咧係指咧對對方啊一啲嘅痛苦或者不幸咧，係產生一種嘅同理心啦，或者同情啦等等啦，或者關懷啦。但係多樣嘢嘅喎，就係願意主動伸手去輔助對方嘅喎，有行動嘅喎，呢個係憐憫喎。所以如果簡單嚟講咧，憐憫係咩咧？就係同情心再加上乜嘢？具體嘅關愛行動先係憐憫。如果你單單對人有同理心或者同情心，但係冇行動咧，呢個唔係憐憫喎。調翻轉都係啊！如果你單單有關愛嘅行動，係咪？但係裏邊冇一個同情心、同理心，都唔算係憐憫對方嘅。咁主耶穌對我哋嘅憐憫係點㗎？都係對我哋同理心啦。佢體恤我哋嘅軟弱啊嘛，係咪？體恤我哋嘅被罪捆綁個受苦啊嘛。但係同步佢付諸行動喎，佢捨身受死喺十架上，就係呢份憐憫嘅心，就係神嘅恩慈，神對我哋嘅愛咯。所以調翻轉，今日我哋點樣去效法主耶穌咧？我係講緊對身邊嘅人，除咗我哋可以表達一份嘅同理或者同情之外，我哋有冇付上行動？無論係言語或者行為，向對方實質上有一種嘅關愛咧？我哋有冇啲行動咧？可能一句説話、一杯涼水就可以觸動對方嘅心。如果講到憐憫呢個題目咧，我諗起舊約有位先知咧，佢對於神嘅憐憫咧〜係有好大嘅反應。大家有冇諗起邊個先知啊？
佢好接受唔到神點解你會咁憐憫尼尼微城嘅人㗎？諗起咩先知啊？約拿，約拿先知啊，因為佢唔係好明點解神要憐憫呢班人咧。佢甚至咧，佢好憤怒啊！有冇讀過約拿書啊？佢好憤怒，點解呢班人應該？因為佢曾經都係公開宣告尼尼微城要被毀噶嘛，被神懲罰噶嘛。但係突然間佢覺得神又要去憐憫呢班人喎，因為佢哋悔改啊。咁所以喺第4章啊，約拿書咧有記載呢件嘅事件㗎。咁加上啦，尼尼微人喺過去都係以色列嘅仇敵嚟嘅。咁所以約拿咧就好不滿啦。啊，明明諗住呢班人係被神毀滅㗎嘛，點解神今日要恩待呢班人咧？咁樣，甚至咧佢憤怒到咧尋死啊，係咪好誇張啊？我哋都唔係想象得到喎。咁咦，點解會去到要死嘅咧？嗬？嗱，咁佢咁樣祈禱，我俾兩節經文大家望下。4章2到3節，不如請大家讀啊。咁咧，佢其實一路係發緊脾氣㗎，向神同埋要求死嘅。所以呢個先知好特別㗎。如果你相比其他先知咧，佢又逃避神嘅呼召喎，記唔記得啊？佢他施啊嘛，又向神大發脾氣喎。你敢唔敢啊？呢個先知好特別，好似好大情大性嘅佢。咁咧，神咧點樣去回應嘅約拿咧？咁神曾經咁樣講㗎。佢話：你這樣發怒合乎你嗎？咁樣。咁咧，約拿咧就再冇回應神啦。講完之後，咁佢自己做咩咧？喺城外咧搭咗個棚。咁佢自己坐低，知唔知做咩？佢睇下呢班人個結局，即係尼尼微城嗰啲人咧個結局係點？因為佢仍然期望咧，佢哋係被毀滅。咁當時咧，天氣咧係好慢太陽啦。咁咧，神好好喎，為約拿咧預備咧一個蓖麻。頭先我喺幅相喎，係啦。咁其實係一棵好細嘅植物嚟嘅。咁原來咧一夜長大咧，可以幫阿約拿咧遮陰嘅。咁原先佢好開心嘅，因為好清涼啊，有棵樹幫佢遮陰。咁佢感受到咧呢個係神嘅恩典啦。不過第二日好快咧，神咧又預備一條蟲啊，好得意噶，就將呢個蓖麻呢個植物咧咬死咗。咁令到佢咧再次暴露咧喺呢個陽光之下。我講約拿啊，咁佢覺得好難受，又向神抱怨，又為呢棵植物感到心痛，好多嘢嘅佢。咁佢同神講，佢話我因為蓖麻而感到憤怒，甚至咧又想死喎。為一棵植物嘅枯萎咧，佢又想尋死喎。即係似乎約拿有啲情緒問題喎，係嘛？即係情緒好大困擾喎，佢成日都要求死嘅，係咪有啲抑鬱嘅問題咧？佢係冇辦法理解神嘅屬性啊！佢唔係好明白神嘅愛，反而因為神嘅憐憫，佢怪罪神。咁好啦，神再去回應佢，神對佢真係好體恤。神再去憐恤佢，10到11節啊！請大家讀啊。
咁其實有啲責備啦，神對約拿，佢話呢棵即係蓖麻啦，唔係約拿種噶嘛，係嘛？唔係約拿培育噶嘛，咁短嘅壽命一棵咁嘅植物，即係神都尚且去顧惜呢棵植物，即係何況尼尼微城裏有幾多人啊？12萬喎，不能分辨左右手係咩意思咧？係講緊佢哋呢班人咧係唔認識神㗎嘅意思係，神都係愛惜呢班人喎，即係無論係佢信唔信，喺神眼中都係蒙愛嘅喎。所以咧，故事喺度完結嘅，其實即係喺呢度係最後一節啦，個結咁樣結束嘅。嗱，我唔知咧約拿咧最終個諗法係點樣啦。不過神呢啲嘅説話咧，其實咧即係可以俾我哋有個反思嘅，即係神要我哋去思想生命嗰個價值啊。因為神嘅心意係遠超過呢位先知咧佢個偏見或者個胸襟喎。或者係突顯到咧人一種嘅所謂小信咧，或者係只係顧自我嘅利益去諗嘅啫。呢個角度去諗神，即係我哋有冇用神個眼光去睇身邊嗰啲人或者事咧？弟兄姊妹，嗱，相對於約拿咧，即係咁輕易發怒嘅個性啊嘛，係嘛？咁我哋又知道咧，神係不輕易發怒噶嘛。咁所以咧，神咧要堅持咧，要透過約拿咧，係讓尼尼微城嘅人咧有悔改嘅機會。呢個雖然喺約拿嘅心目中係唔能夠明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呢班蒙神所愛啊、蒙恩嘅人，我哋對神嘅恩慈、憐憫、認識有幾多咧？或者當我哋面對周圍好多唔同嘅群體，或者係唔信嘅群體，我哋點樣容讓一顆所謂嘅忍耐、寬容嘅心嚟到咧去等候佢哋回轉呢？或者守望佢哋，引領佢哋早日嘅能夠認識我哋嘅主耶穌咧？呢個係咪我哋嘅責任咧？我哋睇最後一段嘅經文啦，保羅係用一首咧讚美詩咧去做結束嘅，就33到36節。我哋可以一齊讀啊，準備。直到永遠，阿門。咁呢首讚美詩咧個內容咧，其實係回應翻前文有關保羅講到咧，神喺咁奇妙安排之下咧，外邦人、猶太人都得着福音嘅好處，包括我哋。咁所以保羅咧用深哉開始㗎，即係個意思係一種好強烈嘅情感表達嚟嘅，因為佢係讚歎緊神咧有幾種嘅特質嘅。第33節嗰度，包括神嘅乜嘢？豐富、智慧同埋咩啊？知識啊！我哋再睇下呢三樣嘢，呢三個特質。神嘅豐富係講緊神嘅屬性咯，佢嘅恩慈憐愛係嘛？神嘅愛啊嘛。神嘅智慧係講緊佢嘅救贖智慧，佢嘅救贖智慧。跟住神嘅咩啊？知識係神無所不知，包括我哋原先唔知道嗰個奧秘嘅知識，保羅知道，話俾我哋聽，係神嘅預知能力啊！所以33節佢話神嘅判斷係好難測，神嘅蹤跡係好難尋，即係神嘅一切作事啦、行事方式啦，作為我哋
被造之物，我哋唔能夠測透，諗唔到或者唔能夠明白，因為神嘅道路、神嘅意念係遠超過我哋嘅智慧。好似以賽亞書咁講啊，55章8到9節，我哋一齊讀啊。耶和華說：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。天怎樣高過地，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。我哋睇下34節啦。誰知道主的心？誰作過他的謀士？然後誰先給了他，是他後來在償還。咁保羅又係引用舊約啦，以賽亞書一啲經文咧。因為先知預言到咧，以色列會被擄回歸啦，呢個已經實現咗啦。咁亦都反映緊神好奇妙嘅作為啦，對佢選民係咪被擄回歸喎？咁所以話保羅話：誰知道主的心？誰作過他的謀士？謀士即係參謀啊嘛，即係神嘅智慧超過地上任何一個人，因為神係最有終極嗰個設計嘅智慧嗰個設計者咧。邊個先給了他，是他後來償還呢？咁其實保羅又係引用舊約約伯記咧，去證明咧神佢會為自己嘅行動負責，佢從來冇對人有虧欠，只有調翻轉人對神有虧欠。神係一直願意將佢嘅豐盛嘅恩典同埋大愛係俾個世界上所有嘅人，係人願唔願意去回應嘅啫。所以36節，萬有都係本於他，依靠他，歸於他，願榮耀歸給他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咁樣結束呢首詩。神係至高萬有嘅主宰，一切受造之物，我哋都應當去依靠神。我哋應當全心全意去敬拜讚美神。如果我哋用翻以色列民嗰個餘數觀念或者餘民觀念啦，去反思下，呢班人就係對神忠信嘅人啊嘛，餘民餘數啊嘛，或者係佢哋願意付上代價啊嘛。因為真係信主嘅人可能唔容易噶，神要透過佢哋嘅見證，唔單止要成就佢對選民個應許咧，祝福猶太群體啊嘛，更加要將呢個祝福咧去延伸，去惠及所有嘅人。正如我上次講到咧，都有分享到，我哋呢班嘅群體，新約群體，聖靈喺我哋嘅生命當中，神亦都將呢個使命，福音嘅使命交俾我哋，我哋都係接住呢個棒去傳遞呢個嘅大使命噶。問題係我哋呢個信仰群體當中，邊啲人先係餘民咧？嗬，即係如果我用翻呢個觀念，意思係係忠於神嘅託付喎。講緊大家問下自己啊，係願意委身去實踐大使命嘅一班嘅群體喎，有幾多咧？神係信實，係慈愛，係唔改變。佢對我哋嘅揀選應許都唔會落空嘅。呢個係我哋嘅安慰。佢用咗幾千年嘅時間去等候呢班嘅猶太人去回轉嘅，最終佢哋相信，好多人會相信耶穌係基督。所以神嘅恩慈憐憫真係超過人嘅理性所能夠明白到。正如新約使徒約翰咧都有咁樣講噶，佢話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，就愛他們到底。我哋係好難明白咩叫愛到底，我哋係好多界線嘅。我哋嘅愛，愛到底係捨身喎，受死喎。如果我哋有個疑問，我哋可以點樣可以多啲經歷神嘅恩慈憐憫嘅咧？咁樣，咁我就諗起頭先提過嘅先知啦，約拿啦，咪當佢放低自己咯，即係放低啲脾氣先啦，係咪啊？憤怒啦，或者好狹窄嘅胸襟啦，
呢啲係要放低啦。然後下一步係咩呢？係以神嘅恩慈去憐憫，同埋憐憫去對待身邊嘅人。咁樣呢，我哋先可以經歷神嘅恩慈同埋憐憫係更多嘅。即係話呢，神嘅對我哋嘅祝福呢，從來係需要我哋有行動去回應嘅。我哋唔係坐喺度呢，就可以領受祝福嘅。呢個係成功神學俾出邊啲人啲嘅信息。我哋需要付代價，甚至受苦嘅弟兄姊妹。所以咧，最後咧，我哋有一首詩歌咧，係一同去回應啊！我唔知大家熟唔熟呢首詩歌《一生愛你》。咁咧，如果唔係太熟咧，不如我哋讀。我想讀一次先，係歌詞，好短嘅啫。無論係正歌或者係副歌，我哋一齊慢慢讀啊！親愛的寶貴耶穌，你愛何等地甘甜，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。愛你是我的喜樂。留意下歌詞啊，準備。一生愛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愛你，一生榮耀你，一生奉獻，一生不回頭，一生愛你，一生跟隨你。當我哋真係唱嘅時候，真係回應嘅時候，希望係我哋從心而發去獻俾神呢首詩歌，一生愛你。我哋一齊起立啊！親愛的寶貴耶穌，你愛何等的甘甜，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，愛你是我的喜樂，一生愛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愛你，一生榮耀你，一生奉獻，一生不回頭，一生愛你，跟隨你。再嚟。親愛的寶貴耶穌，你愛何等的甘甜，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，愛你是我的喜樂，一生愛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愛你，一生榮耀你，一生奉獻，一生不回頭，一生愛你，跟隨你。再嚟副歌。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愛你，一生榮耀你，一生奉獻，一生不回頭，一生愛你，跟隨你。求主咧去透過你嘅話語，保羅所分享到有關你所愛嘅群體，其實唔單止猶太人，你係深愛世上每個群體，包括我哋。當你睇到神你嘅慈愛同埋憐憫嘅時候，可能我哋心裏邊仍然嘅有啲唔明白，因為總係有啲人，總係有啲群體我哋唔中意，我哋都唔係好明白點解神你嘅大愛係可以臨到每一個世上，無論係好人或者係壞人或者係罪人。呢個係我哋即係嘅限制，
係我哋嘅愚昧。求主真係幫助我哋能夠以基督嘅心為心，因為我哋身邊實在有太多唔同種族嘅人士，每日喺我哋身邊穿梭經過。我哋同佢哋有咩關係？我哋有冇機會同佢哋有啲嘅連結呢？或者當中佢哋有幾多係唔認識神嘅、唔認識主嘅？我哋有冇機會同佢哋有分享，對佢哋表達一份嘅關心、一份嘅關愛呢？希望神你透過經文啦，亦都藉着詩歌啦，幫助我哋點樣能夠對你有適切嘅回應。因為神你咁樣愛我哋，我哋更加要學習點樣愛神。亦都因為神咁樣去憐愛，唔單止我哋，憐愛身邊所有嘅人。我哋究點樣以呢份嘅心，無論係恩慈或者憐憫，去對待我哋身邊嘅人，或者最近嘅就係我哋所愛嘅家人。求你幫助我哋。又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、天父無比嘅大愛、聖靈嘅交通與感動，常與眾弟兄姊妹同在，從今時一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好，各位請坐。